係，大家好啊，我係阿思思賢啦。唔知大家有冇睇新聞呢？最近呢，香港中醫醫院已經正式提供服務，亦都呢已經成為香港熱門嘅醫院之一。咁佢除咗一啲受資助嘅服務之外呢，如果屬於某一啲類型嘅人士呢，亦都可以免費去使用服務嘅。咁究竟詳情係點呢？咁事不宜遲啦，先開始影片嘅內容先啦。香港中醫醫院喺2025年12月11號起分階段投入服務，首年呢就會提供門診同埋日間住院服務，並會全面開展中醫6大分科嘅服務啦，以及12個專病項目。因應市民對於資助門診服務嘅需求殷切，醫院呢就會喺開院嘅首月增加政府資助嘅全科門診嘅名額，去供市民預約嘅。咁呢一間位於將軍澳百勝角1號嘅香港中醫醫院呢，就採用公私營嘅協作模式，由政府全資興建，而政府呢，就喺2021年透過招標程序委託香港浸會大學作為承辦嘅機構，而浸大其後呢，亦都會按服務嘅契約嘅要求，喺同一年成立一所擔保嘅有限公司作為營運機構，負責該院嘅管理啦、營運同埋保養。咁呢一個香港中醫醫院佢嘅地址就喺將軍澳百勝角路1號。咁而有關資助服務嘅收費方面，咁大家就可以留意而家熒光幕所顯示嘅收費概覽。咁例如係佢嘅全科門診啦，中醫診症每次診症呢就係180蚊啦。咁而中醫治療包括針刺、灸法、骨傷推拿、拔罐同埋其他中醫治療等等呢，每次診治呢就係180蚊。而分科門診方面，咁每次診症呢，首年就係250蚊啦。咁如果中醫治療方面，例如係針刺、灸法、骨傷推拿、拔罐同埋其他中醫治療，喺分科門診嚟講呢，首年收費都係250蚊。而綜合專職醫療門診方面，例如係營養諮詢、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同埋言語治療等等，咁每次治療收費呢，就係380蚊。而喺日間住院方面，例如係住房收費啦，亦都包括喺住院期間所需要用到嘅中藥、西藥同埋消耗品等等。每個住院嘅時段分別就係上午或者係下午時段，首年就係450蚊。咁而呢一個中醫醫院呢，亦都可以進行特項嘅西醫診斷程序。咁如果係電腦掃描、超聲波掃描頸部、胸部、上腹部、下腹部等等呢，每個掃描部位呢，就係500蚊。咁如果係電腦掃描加顯影或者係磁力共振掃描等等，每個部位呢就1000蚊。咁如果係磁力共振掃描加顯影呢，咁就每個部位2000蚊。而至於藥物方面，中藥就係每天每處方25蚊，而西藥就係每天每藥項就係5蚊。咁全科門診呢，就會提供全面基層醫療服務，根據病人嘅臨床狀況，中醫師經過診症之後，就將會為病人提供合適嘅中醫治療，包括但係不限於處方中藥啦、針灸、拔罐同埋推拿等等。而分科門診就會提供中醫嘅6大分科服務，包括中醫內科、中醫外科、中醫婦科、中醫兒科、中醫骨傷科同埋中醫針灸科。根據病人嘅臨床狀況，中醫師喺診症之後就將會為病人提供合適嘅中醫治療啦，包括但係不限於處方嘅中藥、針灸、拔罐同埋推拿等等。咁專病項目方面呢，內科呢就例如係腫瘤復康或者係舒緩啦、治未病啦、老年退化性疾病啦、情志病啦、季節性流感、功能性消化病啦、慢性腎病、心血管疾病等等。而外科呢，就係黃斑病變啦、皮膚患病啦、周圍血管疾病啦。而婦科方面呢，例如係不孕同埋產前產後治理同埋月經病啦。另外兒科方面呢，就係午遲啦，亦都即係小兒生長發育遲緩啦，同埋小兒脾胃病。另外骨傷科方面，例如係關節患病啦、筋腱傷患啦、盤骨移位、椎間盤突出症等等。而針灸科呢，就係中風後嘅復康啦、長期痛症、失眠同埋面癱等等。而中醫醫院服務呢，就分為2個大類，65%就係政府資助嘅服務啦，
而35%就係市場導向嘅服務。咁喺首年嘅資助服務呢，全科門診就係收費180蚊啦，分科門診就係每次250蚊，綜合專職醫療門診每次收費380蚊啦，日間住院每個時段就係450蚊。藥物方面，中醫每處方每日25蚊，西醫每項每日5蚊。咁而至於市場導向嘅服務，亦都即係並非資助服務啦，咁就會由市民去自行選擇醫師嘅級別。而基本嘅中醫診症每次收費呢就係560蚊，首年嘅體驗價就係450蚊，高級或者係顧問中醫每次就係790蚊啦。而西醫診症每次收費600蚊，首年收費480蚊。而中醫治療例如針灸、灸法、骨傷、推拿、拔罐，每項收費就介乎喺450至630蚊不等。首年收費優惠後呢，就介乎250至到450蚊。咁佢哋呢都會用一個套餐收費嘅模式，以固定嘅價格涵蓋整體治療嘅過程。例如喺資助服務嘅日間住院套餐，首年每個時段收費就係450蚊啦。咁而呢450蚊已經包括住院費用啦、中西醫診症、治療、化驗、X 光、專職醫療同埋藥品等等，亦都即係話呢450蚊呢係包括晒喺入邊嘅啦。而部分項目呢亦都不限次數。咁而簡易分項收費方面就係按診斷同埋掃描程序嚟做分類，電腦掃描、超聲波掃描等等，每個部位500蚊，加顯影、電腦掃描或者係磁力共振就每個部位1000蚊，加顯影、磁力共振每個部位就係2000蚊。市場導向嘅服務則會按複雜程度劃分為4個級別。護理服務收費介乎200至600蚊，組合式收費就針對中醫治療，每項治療就收取一次性嘅綜合費用。首年服務涵蓋針刺、灸法、骨傷、推拿、拔罐同埋其他中醫嘅治療服務。例如針刺或者係灸法治療呢，首年收費分別就係450蚊同埋630蚊，咁就避免細項拆分。跟住熒光幕就係顯示剛才提過市場導向，亦都即係冇資助嘅服務嘅收費概覽啦。咁大家呢都係撳停熒光幕去留意資料。咁大家呢就可以喺例如話政府資助服務嘅名額已經滿額嘅時候呢，就可以選擇去使用市場導向嘅服務去收費嘅。為咗協助有經濟困難嘅市民呢，醫院呢都有設立費用減免嘅機制。如果你係屬於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亦都即係綜援嘅人士啦，又或者係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級別0嘅持有人，又或者係7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士呢，咁就可以獲得全額減免。而其他有經濟困難嘅人士，如果未能夠負擔醫療費用呢，亦都可以申請減免。咁而至於香港中醫醫院投入服務，至到去12月20號喺呢9日嘅期間，醫院行政總監呢就表示，醫院運作大致暢順，首日服務呢就有219個病人。喺9日以嚟呢，每日平均都有大約200個人診症，反映市民嘅需求係大嘅。未來亦都希望逐步增加臨床嘅名額。咁佢亦都喺電台節目呢就指出，開院嘅第一日開始，中醫醫院呢每日增加政府資助嘅門診籌額就大概有30%，而政府資助嘅全科門診預約呢已經滿咗，去到去2026年嘅2月10號。政府資助嘅分科門診預約亦都已經接近90%，而私家門診則尚有名額。提多大家一次，醫院嘅整體服務量嘅65%就係政府資助服務啦。咁醫院呢，同時亦都提供市場導向嘅服務。咁市民呢，就可以瀏覽香港中醫醫院嘅網站，去了解更加多有關醫院嘅服務。咁除咗可以使用醫院嘅熱線電話31213121同埋佢嘅官方網站之外呢，市民亦都係可以透過醫院全新嘅流動應用程式香港中醫醫院流動應用程式去預約服務。市民可以下載程式咧，同埋登記簡單嘅個人資料之後，就可以預約政府嘅資助門診同埋非資助嘅門診服務。
咁如果市民想預約分科門診服務呢，可以先預約全科門診以作評估，或者係直接上傳已經經過註冊中醫師、西醫或者係其他專業嘅醫療人員，例如係護士、藥劑師或者係專職醫療人員嘅轉介信。另外，為咗方便市民往返香港中醫醫院，醫院呢都有提供免費嘅接駁服務，接送市民往返港鐵調景嶺站、康城站同埋醫院正門。運輸署亦都協調各個公共交通工具嘅營辦商，加強往來醫院一帶嘅公共運輸服務，包括新增設專線小巴116H 號線呢連接將軍澳站同埋醫院正門，以及安排8條專營巴士同埋1條專線小巴喺將軍澳百盛角路增設中途站，讓乘客落車之後呢就可以透過短暫嘅步行就可以到達醫院。有關嘅資訊詳情可以留意返官方網站。咁而家熒光幕都會介紹基本嘅路線資料，例如係城巴嘅798P 啦，另外就係798X， 跟住就係九巴290E、290X、298、298E、298F， 跟住就係城巴嘅793，專線小巴嘅116，跟住就係九巴嘅290E、290X、793，專線小巴嘅116同埋116H。咁至於路牌嘅方向，大家呢就可以撳停熒光幕睇返所屬嘅路線，佢嘅方向呢，而部分呢就屬於循環線。咁建議呢，上車嘅時候都可以問一問司機邊個站落車。咁最後提多大家一次，大家係可以親身預約，或者係透過網上系統進行預約啦。而佢哋嘅熱線就係31213121。另外都可以留意熒光幕以下3個流動應用程式嘅網址，去下載相關香港中醫醫院嘅流動應用程式去進行預約啦。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記住訂閱思先嘅頻道啦，讚好影片同埋分享影片俾有需要嘅人睇啦。原來呢一個香港中醫醫院亦都已經正式投入服務，同埋呢暫時嘅預約都非常之受歡迎。部分嘅預約呢已經預約到去2026年嘅2月10號之後，可見呢中醫嘅發展同埋需求呢係非常之大。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拜拜。係，大家好啊，我係阿司思賢啦。嗱，咁最近呢有好多有關資助中醫服務嘅新聞啦，咁所以呢，司思賢呢就今日製作影片呢，政府資助中醫啦，咁有免費嘅中醫內科針灸同埋推拿治療服務相關嘅資料嘅，咁另外都會提供一啲呢非資助服務嘅資料，讓大家對比做參考，究竟有資助同埋冇資助之下係點啦。咁同埋呢一啲嘅免費中醫內科針灸同埋推拿治療服務呢，只要符合相關嘅資格呢就可以使用，而未符合到免費嘅資格呢，咁依然都可以用到一個金額去使用服務嘅。咁事不宜遲啦，先開始影片嘅內容先啦。政府近年呢就投入咗好多資源呢，就發展呢一個香港嘅中醫藥服務，其中呢就包括喺18間嘅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提供政府資助嘅門診服務，服務嘅名額呢就多達80萬個。一般嘅市民同埋合資格嘅長者呢，只係需要俾120蚊嘅資助費用啦，又或者係免費呢，就可以獲得專業嘅中醫內科針灸同埋推拿治療服務等等。咁而呢一條影片呢，都會提供相關18間診所嘅詳細地址啦，同埋佢哋嘅聯絡電話等等。咁而另外呢，提一提大家，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政府資助嘅中醫服務，咁所以呢，醫療券或者係折扣呢，就不適用於呢一個部分啦。咁當然，如果好似頭先提過有一啲非資助嘅服務呢，咁大家呢就可以向翻相關嘅診所查詢去使用醫療券啦。記住，如果比較呢，就係政府資助咗嘅部分呢，就唔可以用醫療券嘅。好，咁繼續講翻呢一個政府資助中醫嘅服務先啦。咁佢哋嘅服務對象呢，就係持有香港身份證嘅人士啦，或者係身為香港居民嘅11歲以下嘅兒童啦。另外就係一啲已經經過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認可嘅其他人士，都可以使用呢一個資助嘅中醫服務。
個服務範圍呢，就係包括有內科啦，入邊當中包括資助診金同埋臨床需要，包括不多於5劑嘅中藥。另外就係針灸啦，同埋另外就係骨傷以及推拿嘅服務。咁但係要留意呢，骨傷同埋推拿服務呢，只係適用於部分診所啫。咁所以大家呢，預約嘅時候可以查看翻相關診所有冇提供呢一啲類別嘅服務啦，又或者係可以致電查詢。咁呢一個政府資助嘅中醫門診服務呢，每項服務嘅收費就係120蚊啦。所有求診嘅人士必須要呢就出示有效嘅身份證明文件啦嘅正本，以作核實佢嘅合資格香港居民嘅身份。而另外記住啦，就係醫療券同埋折扣係唔適用於呢一個政府資助中醫藥服務嘅部分。而另外剛才提過呢，有部分嘅人士係可以獲得免費去使用相關服務。咁包括邊啲呢？可以獲得豁免政府資助嘅中醫藥服務嘅收費方面呢，就需要喺每次登記掛號嘅時候出示有效嘅身份證明文件嘅正本啦，同埋由社會福利署發出嘅相關，例如係綜援嘅申請獲准通知書啦，或者係調整津貼金額嘅通知書正本。另外就係7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士，同樣都係需要出示翻津貼嘅獲准通知書，或者係相關津貼金額嘅通知書正本。咁詳細嘅登記手續呢，記住向翻診所查詢啦。咁跟住呢，就係對比俾大家睇一睇喺呢一個政府資助中醫服務上邊，一般合資格人士啦，對比起綜援受惠人士同埋75歲或者以上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士收費嘅分別。咁大家見到呢，一般合資格嘅香港市民呢，喺中醫診所內嘅診症收費啦、針灸啦、骨傷推拿服務等等，每次都係120蚊嘅。而綜援受惠人士同埋75歲或者以上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士呢，咁就係免費嘅。咁當然大家都可以自費去使用一啲非資助嘅服務。咁呢一個政府資助嘅中醫服務嘅預約方法，求診人士呢，可以預約即日或者下一個工作天嘅預約時段呢。而預約嘅方法係可以直接致電各中醫診所啦，又或者係透過一個叫做18區中醫診所嘅流動應用程式進行預約。而覆診方面呢，預約嘅時段通常都係診症當日嘅30日內。咁而呢個診期呢，就由醫生建議嘅。而預約嘅方法就會喺該診所嘅登記處做確認。要留意，求診者呢就需要喺預約嘅時間前15分鐘呢就要到達該診所啦，以完成登記同埋掛號。若果遲到超過30分鐘呢，就需要重新預約。如果未能夠如期出席呢，亦都需要盡早通知診所啦，取消後將呢一個名額開放俾其他市民。如果係經過應用程式做預約嘅人士呢，咁就要喺嗰個預約期之前1小時前呢就要取消啦。咁如果係其他狀況呢，致電診所去查詢啦。咁剛才提過有一個叫做18區中醫診所嘅流動應用程式啦。咁熒光幕就顯示到個網址啦，同埋相關應用程式嘅下載 QR code 嘅頁面。咁大家呢都可以掃描 QR code 呢，都可以下載嗰個程式嘅。咁醫院管理局就喺2021年6月28號已經推出咗呢一個18區中醫診所流動應用程式啦。咁市民呢就可以隨時隨地查閱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嘅一啲嘅診症籌額嘅狀況，即係話呢嗰個診所仲有冇名額可以預約啦。咁方便大家呢就可以預約即日或者係下一個工作天嘅政府資助中醫去處理偶發性疾病嘅診症服務。而市民呢，只要需要曾經喺任何一間中醫診所入邊登記求診呢，就可以方便使用呢一個18區中醫診所嘅流動應用程式，就無需要另外進行登記。咁基本上呢一個應用程式嘅使用流程呢，大家可以參考熒光幕由左至右去睇。咁最左手邊呢，咁就係嗰個應用程式嘅頁面呢，咁就可以選擇，例如係香港島啦、九龍啦、新界及離島等等。咁按翻個頁面選擇翻相關嘅中醫診所，咁接住就係隔離嗰個呢，就選擇你要預約嘅科類，內科、針灸科定係骨傷科、推拿等等。跟住就係查看翻最早可以預約嘅時間，去睇翻日期、時間、地點等等。如果係合適呢，就可以直接撳接受預約啦。如果需要改時間呢，
咁就搜尋另一時段。接住如果成功預約而又需要去查詢翻個約期呢，咁需要輸入翻個人資料，係查看翻相關嘅預約資訊。跟住呢，就可以去查看翻相關嘅取約籌號啦。最左手邊呢，大家見到喺輸入或者係掃描取約籌號呢，格仔中間有條橫線嘅嗰個掣呢，就係掃描籌號嘅嗰個功能。咁撳落去呢，只要將個鏡頭對準個籌號去做掃描就可以查看啦。咁另外亦都可以透過呢個程式進行繳費。咁大家呢，輸入翻相關嘅個人資料去進行繳費就可以噶啦。咁但係呢，並非所有項目都可以透過程式做繳費。詳情呢，大家可以查看翻程式入邊嘅指示，又或者係向診所嘅職員查詢。跟住落嚟呢，咁就係18間中醫診所嘅資料啦。咁首先係中西區上環普仁街12號東華醫院學堅士樓及楊國璋樓1樓，電話25894700。另外東區地址柴灣樂民道3號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專科門診大樓地庫4樓西翼，電話31972000。跟住就係南區地址香港仔水塘道10號賽馬會診療所2樓，電話25808158。另外灣仔區地址灣仔皇后大道東282號鄧肇堅醫院社區日間醫療中心2樓，電話35533238。另外九龍城區地址何文田愛民邨寶文樓401至412室，電話21937000。另外油尖旺區地址佐敦加士居道30號伊利沙伯醫院 R 座9樓，電話26187200。另外深水埗區地址深水埗長沙灣道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1樓，電話21949911。另外黃大仙區地址樂富杏林街10號佛教醫院 C 座地下及閣樓，電話23383103。另外觀塘區地址牛頭角定安街60號牛頭角賽馬會診所4樓，電話35834114。另外大埔區地址大埔全安路11號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J 座地下，電話26630004。另外元朗區地址元朗西青街26號容鳳書健康中心3樓，電話24785769。另外屯門區地址屯門屯利街6號仁愛分科診所5樓，電話24301309。另外北區地址粉嶺碧豐路2號粉嶺健康中心7樓，電話26702130。另外沙田區地址沙田大圍文禮路2號沙田大圍診所地下，電話24792126。另外西貢區地址將軍澳坑口寶靈里2號將軍澳醫院日間醫療大樓6樓，電話27011020。另外荃灣區地址荃灣仁濟街7至11號仁濟醫院 C 座4樓，電話24160303。另外葵青區地址葵涌麗祖路77號下葵涌分科診所及特殊教育服務中心地下，電話23702216。另外離島區地址大嶼山東涌富東街6號東涌健康中心第2座1樓，電話31885383。最後熒光幕呢一度就顯示一啲部分頭先提及嘅一啲中醫診所啦，其實呢，佢哋都有提供一啲非政府資助嘅中醫收費服務。咁以讓大家呢了解下，如果當日嘅政府資助名額已經用晒，而但又急住睇中醫呢，大概個收費會係幾多錢啊？咁呢，大家可以撳停熒光幕呢去參考翻。熒光幕顯示咗有2間診所有關例如話門診嘅內科啊、普通科、針灸科
骨傷科佢哋嘅收費。咁大家會見到呢兩間嘅收費呢都係唔同嘅，咁所以呢，只係俾大家呢作為一個參考之用。如果要使用呢一個非資助中醫服務嘅部分，要俾幾多錢啊？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記住訂閱CC人嘅頻道啦，讚好影片同埋分享影片俾有需要嘅人睇啦。咁呢度呢，就製作影片同大家分享有關一啲政府資助嘅中醫服務，例如話收費嘅服務啦，又或者係符合呢一個綜援或者係75歲或以上長者生活津貼領取人士呢，就可以免費獲得呢一個政府資助嘅中醫診療服務啦。咁大家呢，可以分享影片，讓更加多人呢就知道原來有呢一個政府資助嘅中醫服務。咁當然唔知大家對於中醫個話題會唔會想了解多啲呢？如果大家有興趣呢，亦都可以留言去討論下，會唔會都想知道多啲，例如話係中醫義診嘅資料啦。因為始終除咗一啲收費嘅服務之外呢，有部分嘅診所或者係團體呢，都會定期舉辦一啲中醫嘅義診服務。咁大家呢，不妨留言討論一下啦。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拜拜。